旅社嘅 Annie，我而家就身處喺香港嘅啟德郵輪碼頭，一齊睇下今日會開出邊嘅首船啦！睇下身後呢一艘咧，就係為亞洲探險而生嘅超級巨輪，佢個名叫做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譜號。我哋一齊上船睇下啦！上到嚟郵輪碼頭嘅平台花園，一齊睇下有幾咁壯觀啦！呢艘船，呢艘量子系列超級郵輪總噸位高達16萬噸，喺2019年首航，擁有16層甲板，可以搭載超過4200位賓客㗎。全船有33種餐飲體驗，超過10間特色餐廳，食足幾日都唔會重複。3至4樓嘅主餐廳，華麗遊戲派，每日供應國際風味盛宴，款款精緻。想超啲，一定要去5樓嘅美式扒房，復古裝修，暗黃燈光，氣氛真係好有 feel 啊！旁邊仲有全日本餐廳，刺身壽司鮮味爆燈，好 relax。最驚喜一定係仙境房，呢間創意餐廳玩味十足，真係好似入咗仙境咁啊！佢仲會用呢個毛筆過去畫翻一啲 menu 出嚟。中意甜品仲有哈根達斯同埋各類嘅甜品，仲有3間酒吧輪住等你玩啊！船上有超過30種嘅娛樂體驗，保證你玩得夠 high 啊！戴上 VR 眼鏡，衝上宇宙又潛入深海都得，仲可以對住3萬加侖嘅海浪，新手玩刺激，高手玩花式。喺甲板跳傘，感受空中漂浮，真係好似海上飛人咁啊！仲可以挑戰40尺攀石牆，仲有一個隱藏打卡點陽光露台，喺14樓行多幾級樓梯就可以去到呢個秘境天台，睇盡全船，仲有無敵海景，影相靚到爆！真係超多娛樂設施啊！一齊睇下。嚟到甲板上面嘅嬉水灘，啱晒一家大細一齊玩水笑住過一日啊！仲可以去船上最標誌嘅北極星，升上280尺嘅高空，俯瞰蔚藍大海，真係靚到暈啊！冬天或者怕曬一樣可以去室內泳池暢泳啊！仲可以去埋270度全玻璃穹頂嘅日光浴場，入邊都有埋套房嘅專用餐廳，攤喺度沐浴如陽光，仲可以叫杯酒水，好好享受啊！做完運動仲有軟綿綿嘅雪糕等緊你，食住雪糕望住海，爽到唔捨得走。船上嘅室內娛樂一樣精彩，海上多功能運動館跨越2層，有碰碰車、籃球場同埋射箭區，大人細路都可以玩餐飽啊！玩到肚餓，旁邊就有熱狗屋，可以自己篤手加醬，蛋黃醬茄汁任你配，即整即食。而講到住宿，船上就有多達33種房型任你揀。今次帶大家睇下雙人標準套房，空間寬敞，落地大玻璃望住無際海景，真係嘆住咁瞓醒啊！如果想經濟啲又望到海，露台房一樣係個好出色嘅選擇啊！船上都照顧到唔同年齡層嘅需要，小朋友可以去兒童電子遊戲室，大人就可以去皇家娛樂場試試手氣。一家大細仲可以去睇皇家劇院嘅精彩演出，一場可以容納1300人，唔怕冇位。仲有270度嘅觀景廳，坐喺全景玻璃一邊，飲杯咖啡，食件餅，一邊欣賞海上藝術表演，真係超到唔願意走啊！去到買嘅時光啦！船上嘅皇家大道就有超過40個免稅品牌等你盡情掃貨。2026年上半年以香港為母港，香港中旅社售賣嘅海洋光譜號航線已經圓滿結束，多謝大家支持。未來我哋會繼續推出更加多皇家加勒比郵輪嘅產品，記住關注我哋攞第一手資訊啦！想了解更多郵輪資訊，隨時聯絡我哋查詢一下啦。下次再同大家